乞食下大关，超找2018台语路。台语文新年系新愿望，要望咱一冬比一冬搁较好，就要检讨顶一冬有啥物发展。咱简单回顾前到搭本土语言发展运动的发展，甲过去来比拼。总讲一句，要救本土语言，若无政治手段，两字稳死。安怎讲呢？咱看1990年7大县市民进党县市长主办的本土语言教育问题第一次学术检讨会，就知这是第一摆官方开始咧思考母语教育的问题甲实际行动。到2001年，教育部宣布，国小一礼拜要有至少一节的乡土语言课程。2001年成立客家委员会。2003年开始讨论语言平等法草案。跳到2017年，民进党有影伫政策方面对抢救母语有相当的帮赞。毋过，若独独看台语，线袂紧袂动，毋知是啥物问题。要吸引搁较侪人，尤其是少年人来书写母语，实践文字化，这个运动的方向是过去民间一直咧催促的。总是民间资源有限，运动者挖靠的是心内直噗噗的热情甲使命感。是讲热情敢有法度对抗时代的变迁，甲华语市场车拼？若无官方的资源，还是实际政策来相挺，本土语言豆豆仔衰微，终其尾干若是囥伫博物馆的运命尔。为语言运动发展的年表来看，官方对语言政策遵循的程度，是本土语言活命的马甲。要有够额的资源，毋则通替语言的传播创造多元的门路。透过媒体传播，互搁较侪人接受本土语言，袂阁认为讲母语是臭钱的，甲学母语诚做是时行的运动。安尼无形中嘛会互大家建立语言平等的人权概念。2017年，行政院已经甲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送到立法院。民间团体催生台语公共电视台，得到文化部8,600万经费，伫2018年互花市要做台语节目，敢若有小小的成果。毋过，原住民国族语甲客语已经告其他法院，成做国家语言啊。原住民族电视台甲客家电视台嘛有相关的委员会咧支持。台语咧，民进党若准通继续执政，6党内敢会有台语委员会、台语的国家语言地位，还是台语电视台？但若去遮，惊讲大心亏，执政党无爱拨经费，较少发声要争取设立专职委员会，才先争取国家语言发展法甲台语电视台。咱咧想，咱敢是伤甲家己限制啊？还是带头执政者无心？咱需要探讨的是现实面，要安怎调整未来运动的方向？望关心台语文的个人、社团，甲任何团体同齐思考，超出2018的台语路。